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，而且台湾也是世界当中的台湾。别国会当做的台湾，有关会当做。讲到这世界卫生大会5月支持就要结束啊。虽然台湾是第9届防技术参与，不过今年咱的政府所带头的世卫行动团去到日内瓦，要台湾青年用台湾医药卫生青年联盟的身份参与，甚至有举办全球外交卫生高峰会，吸引35个国家大概200名专家学者来参与。透过着这参与国际事务，培养着国际视野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医药卫生实力。台湾医药卫生青年联盟伫瑞士日内瓦万国奖同齐翕相，随望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连续9届，互人继续参与。不过，台湾世界卫生青年团自2017年就家己组团，今年也是头届以正式协会台湾医药卫生青年联盟的身份去交流。联盟成员分享，台湾的智慧医疗是行伫世界头前，非传染性疾病的防疫和治疗也受到世界的肯定。透过参与国际事务，培养国际视野，通思考台湾医疗公共卫生进步的方向。就是 Global One Health， 就是全体，就是集体的公共卫生这样子，把不管是动物或是环境，还有人体的健康，都看作是一体的，一起来讨论。不管是大流行病的预防，或者是后续的疾病治疗，只要有更多的部门一起来努力，我觉得会有更加好的成果。这样子，台湾医药卫生青年联盟表示，因家己筹备全国外交卫生高峰会，今年成功促成35个大用200个专家学者参与，证明台湾青年伫国际卫生领域的影响力，也希望台湾青年未来有机会通去国际组织学习。世界公卫学会联盟 WFPHA， 它底下有一个年轻子组织，那我们其实和他们有一个交流访问，去了解说，那我们在在台湾的学生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到国际组织有一个深耕蹲点的一个实习的机会，让台湾学生可以进入国际组织有一个学习。台湾青年团除了举办高峰会，也参加周边超过40场会议，争取和国际合作交流的机会。台湾医药卫生青年联盟表示，希望未来和国际组织做伙举办会议论坛，互相学习，强化探讨专业议题的能力，也积极让世界看见台湾医药卫生的实力。记者梁家嘅小桂林台北报道。